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搁一届伫讲台的顶面，甲大家相甲分享。对旧年的10月到即马5月，差不多有半年久的时间，伫咱淡水教会实习。伫即段实习的时间内底，我看见咱淡水教会实在是一间主所欢喜，并且会大大使用的一间教会。无论咱的牧师、长职，也是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拢同心，佮愿意将家己嘛愿意家己献上，会伫教会福音事工的推动。这实在互我看见足感动，嘛足激励我的一个看见。主要使用我即个分享即个题目，其实是我家己要讲我家己的故事，嘛是一个见证。其实要讲即个题目的时阵，真正是真无容易，因为这爱甲我家己内底迄无好看、真歹看、不堪呢，爱摕出来，伫遮尔侪人的面前，安尼大声来讲。毋过，就是因为安尼不堪、安尼歹看，有上帝的光照入来，我才会当变做一个新的人。伫分享的开始，咱先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爸上帝，耶稣圣神，阮真正欢迎你，现在就入来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当中。我恳求你用你大的气力、大的能力运行伫咱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内，做感动的工课。嘛求圣神透过诗歌敬拜、祈祷，也是信息的分享，会当甲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团契，会当感受到上帝同在的感动。我嘛恳求主，互我有讲的能力，互我讲出来的每一句话，会当入到兄弟姊妹的心内，会当真正满足每一个人需要。会当透过即个分享，会当经历到上帝丰富的恩典。我安尼祈祷、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约拿书大家拢有看过啦吼，拢知影有一个即个图片，即个图大家拢足熟悉的吧？是约拿去互大鱼吞入腹内的一幅图吼。今仔日我要分三段来甲大家分享。第一段就是胆大包天不顺服，第二段就是向下沉沦，直到门被关。第三段就是悔改转向恩典路。约拿书是12款小先知书内底上短，毋过伊只有4章，我今仔日第2章的1到10节，就是甲第2章全部拢讲了。这第2章是一个祈祷，就是约拿互鱼吞入腹内的时阵的一个祈祷。这个约拿书其实是在讲先知约拿闪避上帝的呼召。上帝本来要叫先知约拿到尼尼微城去甲遐的人传福音，伊讲我无爱去，伊就坐船往另外一个方向去，就是伫即个海面的时阵，去互鱼吞入腹内的一个故事。我今年41岁。伫信仰的路上，我真正是经过死荫的幽谷，后来透过上帝的光照了后，我出黑暗入光明。我想要用约拿书的即个过程，甲大家来回应我的一个过去，甲我的性命的一个反省。可能有人嘛甲我差不多，吼。可能我讲的会当互恁一个鼓励。我差不多伫
高中3年的时阵，高中3年级的时阵，我就熟悉，就认识耶稣。毋过迄个感觉就敢若坐电梯吼，我知影伊住14楼，我住2楼安尼，就是即个感觉，拍招呼尔，毋过无啥物讲话。因为阮妈妈要去教会，所以我就缀伊去教会。其实因为是我无听话啦，阮妈妈讲你安尼吼，逐个礼拜拢拍走，安尼袂使哩，所以就礼拜2就带我去教会坐咧。我嘛无听牧师咧讲啥，因为听拢无。嘛是因为阮妈妈讲好啊，无你来受洗好啊，我就去受洗。因为高中3年拢无读册嘛，就要考大学的时阵考无，要安怎办？拄好有一个机会，知影台湾新学院要招生，我看迄考试的项目，哪会遮少项？无来读即个好啊！我就因为安尼，我就用2个月的时间安尼准备台湾新学院要考试的题目，无想到我就考掉安尼。迄个时阵吼，足好笑的，因为我虽然是一个基督徒，毋过我无读圣经，牧师讲啥我拢咧拄句，所以新约旧约我毋知影，我嘛袂晓变啊。莫讲我看过几本的圣经，无可能。我迄当阵着考调的时阵，我拢想讲即间学校哦，一定就是吼考无大学的去考，拢考会调。我迄当阵是安尼想。了后伫内底读册的时阵，才知影其实无遮尔简单的，有足侪人想要去读神学院，阁入袂去安尼。即个就是一个上帝甲我的呼召的一个，我迄当阵毋知影，即马才知影。大学4年安尼读册，毕业了后，我伫毕业迄天，我发喜饼，毕业典礼兼发喜饼。我迄天6月毕业，我9月结婚，嫁互我去实习的青年，实习的教会的青年。就安尼，就毕业之后，我就找到一个头路嘛，真稳定，嘛结婚，嘛足紧就生囡仔，看起来足幸福的、足美满的、足顺利的。毋过，差不多伫我出社会4年的时阵，嘛是我结婚4年的时阵，开始甲我先生的关系愈来愈无好，因为迄当阵爸爸妈妈的关系。阮先生的爸爸妈妈的关系，阮就对台北搬转去中立。阮先生的头路就愈来愈无顺利，变则伊失业伫厝里带囡仔，我上班。上帝足奇妙的，伊无顺利，我愈来愈顺利。我就安尼一路去互公司的主管提拔就变一个小主管。开始我就因为伫工课顶面，我得到足侪满足，我就逐工加班拢无爱转去煮饭我就逐工加班礼拜6、礼拜日有活动，我就去参加啦。就是安尼，我愈来就愈甲我家庭的关系愈来愈无好，甚至我无去教会我的信用就愈来愈，迄火就愈来愈软。迄个时阵，就敢若约拿开始要闪避上帝的呼召，坐伫船顶，大风大影，全部船里面的人惊到要死，只有一个人困甲足稳定的，什么人？约拿，因为伊不在乎嘛，伊无所谓嘛，就敢若我咧。迄个时阵厝里乱糟糟。无去教会，大家拢咧讲话，我嘛无爱插伊，无所谓啦。我工课做好，我有好的表现就好啊。迄当阵，我阁想讲要甲一寡社会看起来足成功的人做朋友，所以我就去参加扶轮社啦，妇女会啦，拢甲一寡贵太太做朋友，因为我感觉因足成功，我足想要甲因同款的，逐工就安尼。一个月赚无4万块，甲人学买名牌安尼迄当阵实在过了安尼，外口看起来足
足风光的，转去厝咧，气甲要死。了后，就甲阮先生的关系愈来愈无好，阮开始无困做伙啊。暗时一个人伫房间无聊，就开始创啥上网，吼，就开始上网。迄当阵其实我才无几岁呢，我差不多才二五岁，27岁、28岁尔，嘛足少年呢。有一个人主动要来甲我开讲，无拄好是一个诈骗集团。我足侪的钱、趁的钱，轻轻的拢寄去互人用，因为伊讲伊要甲我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我感觉即个无路用事业伫遮，阮袂一个啊，我要迄个。开始就变心啊！有一天，我接到阮爸爸的电话，在座应该有足侪人认捌我的爸爸甲我的妈妈，所以今仔日我要讲我家己见笑的代志的时阵，其实我嘛足丢毒的。阮爸爸甲我敲电话，伊讲：你紧转来，有一个足重要的代志，你紧转来处理。我就随开车对中立到淡水。我看到一张足毋堪的相片，迄内底主角是啥物人？就是我。足明显的，迄个面就是我，足歹看的，足歹看的。然后我才知影，迄张相片毋若是阮爸爸看到尔，教会的长老可能牧师嘛有看到，爸爸学校的同事可能嘛有看到，我家己服侍的公司的主管可能嘛有看到，毋过我实在无勇气去查到底谁看到，太恐怖啊！我是一个遮尔爱民主的人，我安尼不堪的相片，去互遮侪人看到，我第一个念头就是，我无想要活，我无想要活。我有想讲，无来去死死就好啊。毋过摕刀仔的时阵，我实在无勇气安尼刣落，因为我想着我阁有2个细囝，所以我阁开始行毋对的第2步路，我阁上网，找一个我会当密起来的所在。大家拢知影，我有足长的时间拢伫大陆。我毋是台商吼，我无遮厉害啦，我是去密起来，我甲约拿共款，我去逃避。约拿伊咧船上的时阵，伊知影即个封印是甚物人做的吗？伊知是上帝，对无？上帝用即个大封印，甲伊提醒讲：你毋通阁行毋对路啊！你紧倒转，你紧倒转。我就甲即个封印甲伊平息，伊有听话无？大家拢有看过即个故事对无？无，伊做一个决定是啥物？伊讲无安尼啦，恁甲我弹落去啦，恁甲我弹落去就好啊啦，弹落去都袂有封印啊。即个时阵，船上的水手大概白的，甲佢弹落大海内底，才会去拄着迄尾鱼嘛。我嘛共款。我用家己的方法，自以为是的聪明，要想一个办法解决我的问题，就是我要密起来，我要找一个无人熟悉的所在去密起来。这就是一个自作聪明，甲约拿共款。我确定我要去的所在的时阵，我就甲所有的我会当卖的物件卖去。轻轻的拢变成现金，我就去啊！我就骗阮先生讲，我已经甲你无感情啊，咱来去离婚一下好啊。就安尼，工课我嘛交代互别人，就偷偷计划2个月的时间，我就一走了之，去到一个无人知的所在，东北大陆的东北。辽宁省内底的一个本溪市，毋知有人听过无？吼，迄当阵我足雄的，
我要离开的时阵，写3张被，爸爸妈妈一张，阮先生一张，囡仔一张，就3张，安尼我就无去啊。其实我到迄个所在，写了回灵机了后，我根本毋知影要来接我迄人生做啥物款，因为阮无看过。伊就写一张蔡文峰安尼，我就迄个。这是一个足恐怖的代志，我即马想起来，我嘛感觉我好大胆呢。本溪是一个什物所在？东北迄个所在，规年烫天差不多有4、5个月，拢伫零下20度。咱住伫台湾即个天气安尼遮尔温暖的所在，我的身躯去遐住转来了后，我的所有的关节拢歹去啊。我就开始想讲好啦，无伫遐重新生活好啊。毋过我拄着一个笑的，伊啉烧酒了后，就会暴力甲我拍，因为我是偷偷仔去的，我毋敢甲啥人讲，我啥物人我拢毋敢讲，所以我只好忍耐，就敢若用拿落到深水内底，伊一个人伫安尼黑暗阁落的环境内底，无光，四面拢是乌的，伊阁互海草安尼缠绕伫伊的头壳，迄敢若就是我的迄个感觉，互魔鬼绑伫，想要逃跑，阁逃跑不了，想要嗷叫，阁嗷叫袂出来。因为我知影，我迄当阵我对我家己完全已经无自信啊，我随便啊。我想讲，我倒到一个无人熟悉我的所在，我就会使重新开始。其实我心内足痛苦的，我少念我的爸爸妈妈，我少念我的囡仔，我毋敢主动甲因敲电话，因为我也是毋敢面对我家己的问题。我用家己的方法，继续伫迄个足困苦、足艰难的环境，安尼一直伫遐生活。我即马伫想吼，我真正足像什物人呢？足像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伫旷野，明明迄条路免行遮尔远，免拄着遮尔困难，毋过就是安那。无听上帝的话，吼！上帝讲恁安尼行就好啊，无爱，硬要安尼行，就是安尼。我伫旷野，亲像安尼行40冬遮尔久。上尾一摆，我决定要离开迄个恐怖的人，就是因为伊要甲我杀。我已经拢毋知人的状况，我伫病院。急诊室醒起来，我看到迄点滴安尼一滴一滴安尼拍咧我的手咧，我感觉我足对不起我的爸母诶，甲我养饲甲遮尔大汉，我哪会用即个方法来报答因呢？我足后悔，足艰苦诶，所以我继续。用家己的想法，想讲我后一步要安怎办？迄个时阵的我，钱嘛无啊，人嘛歹去啊，只有剩一条真烂的性命尔。我就敢若一个活死人共款，有空壳，无灵魂。当我离开即个病院第2摆逃亡的时阵，我到一个真特别的所在，完全无电气化的一个庄脚。即个时阵，阁有即落所在，自来水一工才来2解，早起6点半到7点半小时，下晡4点半到5点，啊，着摕一个足大的瓮，安尼滴，安尼接水。无雅士爱烧茶。
我就去山顶砍柴烧火。其实我感觉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经验。为什么要甲你讲这个？其实我感觉这是上帝安尼看，敢若拢无希望啊吼。毋过小等下，我转来台湾了后，恁就知影上帝为什么爱互我拄着遮尔多完全无拄着的代志。我就开始过着一个农村的生活，一个庄脚的生活。我咧烧茶啦，是讲去溪边洗衫啦吼，啊，拢穿一寡人无爱的衫，拢互我安尼。有时阵过一工了后，过一冬了后，我就转来都市工课。离开到即马已经4年啊，我忍袂牢啊！我足想阮的我的爸爸、我的妈妈，我就敲电话，第一摆敲电话，转来互阮妈妈，是妈妈接到的。妈妈接到的时阵，我听伊的声是足惊吓的，也是足欢喜的，我嘛听袂出来。无想到我阁活咧，毋过我记得即个电话上尾后，阮是冤家结束的。我甲阮妈妈冤家，我来个电话足大声的安尼拍，安尼。毋过过一礼拜了后，我接到一个包裹，一箱，内底有肉酥，有淡水的鱼酥，阁有几领衫。上重要的是一张画报单，迄张画报单的顶面写满圣经节。我想，迄是阮妈妈要寄物件互我的时阵，伫邮局突然间想要写互我的，所以伊无准备信纸，伊就摕一张画报单，写伊想到所有的圣经节，伊拢甲伊写伫顶面。迄当阵，我看到阮妈妈写满的圣经节的时阵，我才想到讲，对吼，我是基督徒呢，我阁读过神学院呢。迄个时阵，我才开始少年，开始思想主耶稣。迄就是敢若约拿伫鱼的腹肚内。即个祈祷共款，伊甲耶和华安尼祈祷讲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将我的求你，我讲华语的圣经，他说：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将我的性命从坑里救出来。我嘛就想要上帝啊，你甲我对迄个粪坑甲我救起来，好无？我无想要搁伫遮安尼继续落去啊！我第一摆甲上帝讲，救我，主耶稣救我。伫大陆的上尾一年，我伫一个俱乐部上班，迄个环境搁较恐怖。逐工我穿遐水水去上班，毋过就敢若有魂无体的稻草人共款。迄个所在就敢若圣经内底讲的迄个索多玛、俄摩拉遮尔恐怖，逐家人就敢若披着羊皮的人共款。查甫人真歹过，查某人真爱钱。大家人拢咧耍心机，想要得到更较好的，对家己有更较好的自私的想法。就伫迄个环境内底，我真正破病啊！我身躯的病，我得带状性疱疹，迄足疼的。我阁得肠燥症，所以迄个时阵我足瘦的。无一工互我足轻松的。嘛无一工互我会当困的，我拢爱食安眠药。
迄当阵已经毋是活死人，已经是一个死人啊！每一个暗时，我身躯足疼、足疼、足疼。食药啊，已经食到足侪啊，嘛无效。有一天，我疼到伫地安尼滚来滚去，疼到安尼嗷袂叫，因为太疼。有一个声音突然间足明显、足威严的、足大声的讲：“你靠你家己是要……”我讲国语啊，他说：“你靠着自己到底要证明什么？你靠着你自己到底要证明什么？”这句话讲了后，我规个人无法度振动。我本来是大声嗷叫、大声哭，迄个声结束了后，我变做是一个忧伤、痛悔、足见笑的迄落啼哭。我就跪咧床的边啊，我就甲上帝认罪悔改。我甲讲，我实在愈来，我真的是什么都不能，我真的是什么都不能。我已经袂记我到底跪了偌久，祈祷偌久啊。毋过我记早起醒起来的时阵，我犹原伫迄个所在。迄就敢若用拿3工伫鱼的腹肚内，认真甲上帝悔改、祈祷，足痛悔，想要上帝来救伊共款。搁一摆恳求上帝，互伊重新一摆的机会。上帝对我讲话的过一工，我就敢若互人摕一个棍仔拍互醒共款。你要第6年啊？我搁敲第2通电话互阮爸爸，我就讲：“爸爸，我要回家了。”你有想到一个故事无？浪子回头，对，嘿。我伫遐6年，完全无留念，我嘛无载任何的行李转台湾，就是一个一身安尼去，就安尼转来。因为我知影，我爱重新做人。上帝爱我第一项合适的，就是顺服，搁来就是恢复甲人的关系。上尾啊，是一个信心的功课。2015年，我互上帝呼召，我想要搁较认捌上帝，搁较练习信心的功课，所以我就对工课的所在，我就辞职，我就转教会做全职的服侍。这2年的操练，互我学习安怎为主来做兵，安怎为主来服侍的态度。2017年，就是旧年，我考到台湾神学院的协谈关顾的这个硕士班。其实我感觉上帝互我安尼经过遮尔多的特别的经历，就是爱我去体会无共款人的处境。我会当未来伫拄着无共款的人咧找我讲心内话的时阵，我会当搁较了解因，会当搁较同理。望上帝因我即个特别的经历，一个死搁活的即个生命，会当帮助搁较侪的人，合适我嘛会使望家己会当成做一个互主合用的器皿。用拿德祈祷的上尾伊讲：“我要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，我许的愿我必偿还，因救恩出于耶和华。”我嘛同款爱对上帝安尼讲：“主啊，我的性命在伫你，求你使用我。”透过今仔日的分享，我想爱甲大家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勉励吼。
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无想要互人知影的一个代志，也是一段故事，甚至连家己拢无想要面对安尼的经验。较早我嘛是无法度接受我家己的不堪甲见笑，我着选择一条逃亡的路。相信大家伫听完我的故事了后，就会看见上帝的恩典其实拢无变。上帝的主爱，逐工拢甲阮伫地，伊互我亲像死搁活安尼，重新搁一摆我的性命，嘛搁较坚固我的勇气，互我会当伫遮侪人的面前讲我家己的故事，会当面对足侪无好的攻击，因为我看见我家己的价值，因为我有信心甲我伫地。甲我活咧，所以我已经毋是较早的我。上尾我用一段我家己写的文章，甲大家分享。领受恩典，其实我本来是讲写国语，但我把它翻成台语。领受恩典毋知影，拒绝恩典靠家己，伊路毋行行偏路，路到深渊黑暗地，上帝恩手拯救我，月头神阮无离开，敢若摩西行旷野，搁像约拿吞鱼腹。如今浪子已回头，感恩顺服甲谦卑，日日更新跟对主，愿意成做主门徒，实践爱主疼厝边。欢喜互主来使用，这是我自己对我较早到即马一个转变的一个文章。嘛，甲大家勉励，就是讲，若是讲你即马搁伫痛苦，也是搁伫错误的内底，赶紧认罪悔改，邀请上帝来帮咱，这才是一条真正得到自由甲解决问题的道路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的疼永远无离开。总是阮常常用家己的选择来行一条你无欢喜的路，你犹原一直互阮机会，等阮回头来归你。天父上帝，我实在搁较感谢你，你差派圣神甲我伫地，互我有勇气用家己安尼过去不堪的性命来见证你的大爱甲你的拯救。毋望所有听到的兄弟姊妹会当因为安尼见证，搁较坚固家己的软者，愿意将家己的性命完全来交托互你。嘛求主用耶稣的宝血，重新洗净阮的污秽甲错误，用主爱帮助阮徛立起来。因为阮知你要使用阮，阮也愿意用恩典来感恩的心来回应你的疼，欢喜互主来使用。搁一摆感谢学乐你，阮安尼祈祷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